挤出白色慕斯抹在脸上，加上虹吸原理，洗干净后就有去角质的效果。这款净化面膜给人医美等级的享受，轻轻一喷就能保养到位。这罐天然有机成分加上特殊专利的奈米亲肤微脂囊技术，喷到脸上无需拍打按摩就能吸收精华。那这一瓶呢，它就是就是有点像你做过水光针那种，它可以让你的皮肤就是很有光泽，然后它也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肌肤。试过医美疗程，贵桑桑的保养品都无法解决肌肤问题，以西净命名的护肤品牌就此诞生，看准现代人追求快速保养，免去瓶瓶罐罐，用天然无添加的成分以及多项专利技术，在短时间内让肌肤绽放美丽。那我们产品呢，可以做到安全无侵入性，它就可以达到像医美的这样子的效果。基本上我们的保养品适合大部分的肤质，像敏感肌肤都可以使用。我知道这间它就是大部分的就98%、95%，它的成分都是比较天然的，所以呢，就是连小孩都可以用。我觉得保养不是女生的天下，男生的天下会越来越大，而且男生的市场越来越多。但男生会选择的保养品是什么？简单、快速、有效。品牌共推出7项保养品，嫌保养麻烦的男性，急需抗衰老的优雅女士都很适合。加上专业的顾问咨询，能精准评估肤况，对症下药，让肌肤回到最佳状态。即将收怀台南报道。